歡迎嚟到大象電視台。今日係2026年嘅3月2號。咁我想講下河馬響2025年5月29號放嘅一段短片。呢段短片呢係講一個黑色運動裝嘅男人去跟蹤佢哋。咁響2025年5月28號晚上嘅時間呢，已經放咗2段同呢個男人有關係嘅短片㗎啦。咁喺5月29號就再放多條，我相信係5月29號嘅凌晨時分放嘅。咁呢，河馬喺呢段第3條嘅影片度呢，就表現得相當激動，就叫呢個男人唔好再跟蹤佢哋，否則後果自負。咁呢個男人都有些少係緊張嘅，就叫佢哋唔好亂嚟。咁其實河馬講後果自負呢，呢句子都可以引申係一個恐嚇嘅。咁呢個男人話係構成咗刑事恐嚇，都係嗰一句啦，唔好再去喺街度大聲鬧呢2個人啦。其實呢2個人嘅所作所為，即係河馬同鹹白呢，佢哋嘅所做嘅事呢，大家都明白嘅，亦都知道佢哋係社會嘅寄生蟲啊。就算鹹白都係寄生蟲嚟，只不過鹹白就係冇咁張揚，而河馬佢太過自大，就反而暴露咗佢嘅缺點咯。咁喺第3段片呢，鹹白都有些少激動，就話自己即係會心臟病啊，咁想用呢一個方法，用呢一個招去嚇退呢個黑衣嘅男人。但呢個黑衣嘅男人呢，就解釋佢哋冇接觸到啊，冇一個身體接觸啊。因為如果就算一啲案件呢，如果你冇辦法證明佢哋有碰撞呢，就唔可以入到罪。即係你唔可以話鬧到對方心臟病。即係事實上係會嘅，會因為言語上激動啦，但係唔會話因為鬧到對方心臟病而構成一個罪行啊。根據我嘅法律見解啊，如果有其他意見可以同我講，係糾正返我嘅睇法。除非佢係恐嚇對方，咁佢嗰個言語上呢就可以構成恐嚇罪咯。又或者叫對方係不停做運動啊，咁會唔會構成一個罪行？係因為命令對方做運動而導致對方心臟病負荷太大啊咁樣。因為台灣都發生過一個軍官去整蠱啲士兵，叫對方暴曬同埋跑步，都係最後嗰個士兵都係離開世界啊！咁最後當時嘅領導人蔡英文係介入咗去懲罰嗰啲官啊。咁鹹白呢就會用呢一招係想警告對方啦。其實鹹白都好忍讓㗎啦，佢冇河馬咁樣咁
咁積極啊，去面對對方個挑戰啊。鹹伯開頭都係話去食糖水嘅，咁後尾又遇翻呢個男人，咁就話自己會心臟病跌喺度，咁就可以報警啦。咁最後我相信件事都係不了了之嘅。咁即係如果有朋友識得呢個乞衣嘅男人都，即係如果轉介俾佢聽啦，咁我嘅意見就係，阿先生你將來遇到呢啲事咧，都唔好去同人爭執啦，因為咧對你都係不利嘅，因為佢哋咧已經受世人嘅唾棄啦，咁你唔需要話走去主動鬧佢哋、影佢哋啦，因為我明白你嘅心意啊，係想即係為公義出翻力，即係為呢個公義出翻一分力。咁但係對你嚟講係有唔好嘅結果㗎，如果處理不當嘅話，即係將來再有呢啲事發生嘅話，咁就都感謝你嘅見義勇為嘅心態啦。咁但係方法上可以處理得好啲啦，譬如你遇到呢兩個人，佢嚟你鋪頭做生意，可以拒絕佢，咁都可以嘅。或者你見到佢，你行遠少少，唔好同佢一齊，咁就唔好有言語衝突，因為言語衝突會引發其他後果，初則口角嘅而動武嘛。咁就希望各位市民都明白啦。就雖然大家都內心存在一點公義啊，好多原因嘅，或者係為咗嗰個已經唔在世嘅先河太，想為佢出翻個公道，又或者為咗個五仔女，又或者為咗你心目中嘅公義而去鬧呢兩個人，咁但係真係不必咯。加上而家佢哋都官司纏身，咁社會係好公平啊！佢哋唔努力工作，佢哋終歸會面對自己種落嚟嘅苦果咯。咁就今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